David 熱愛香港，亦熱愛佢嘅工作。佢係中電嘅環保經理，佢嘅隊伍透過唔同嘅環保措施，令二氧化碳排放喺過去10年降低40%。喺同業界相比咧，我哋都毫不遜色。咁但係我哋唔會係好滿足，我哋會繼續咧係揾到改善嘅方法咧，令到我哋做得更加好。同樣 David 亦好高興，因為中電將燃煤嘅灰燼重環再用，轉化成為磚塊，用喺香港嘅建設項目。就用1份嘅爐底灰，亦都將煤灰變成土壤，用嚟種植。減廢齊參與，渣子變樹林，我哋可以利用爐底灰嚟到作得種植，我哋覺得好有意義。而建築師 Gary 亦努力設計環保變電站，運用大自然嘅能源，並以圖畫美化外觀。呢個只不過係我第一個 BB， 陸續跟住落嚟咧，會有更多嘅 BB 會出世嘅。Gary、謝茂和同埋 David 代表中華電力嘅優秀員工，將光同動力帶俾香港人。